我係方國珊啦，新界東南嘅立法會議員。我自己來自社區啦，咁作為新界東南嘅立法會議員咧，我會竭盡我所能，咁希望能夠將市民嘅聲音有效同埋直接咁樣帶入議會，作為市民同埋政府嘅橋梁，做好我代議士嘅工作。我認為咧，壓力咧一直都係一個動力嚟嘅，社區係需要有呢啲動力咧，能夠驅使到各方面加快步伐。特別而家香港咧都係面對經濟轉型嘅時候咧，我哋作為從政者咧，應該要幫助唔同嘅板塊啊，多啲俾意見俾政府，令到成個政府咧服務市民嘅工作咧能夠提速提效。其中一樣嘢咧，當然係重點關注呢個優化大廈維修保養嘅一啲，無論政策或者制度。大廈管理咧，可能要涉及一啲技術嘅支援啦，或者包括可能係招標制度啊，或者一啲物料供應啊，點樣可以保障喺呢啲樓宇維修嘅時候咧，避免市民咧係被圍標啊。咁呢啲林林總總嘅工作咧，都會係我頭號關注嘅事項。首先咧，我入嚟議會咧係重視民生優先嘅政策同埋法例，包括消防安全啦，我自己嘅專科啦，希望唔同嘅政策局都可以加強嗰個樓宇維修，保障市民個福祉啦，亦都希望能夠把握今屆嘅開局之年嘅15國家規劃啦，開創高質量嘅發展同埋帶動經濟，開發一啲創新嘅科技。喺翻我哋本地，包括而家嚟緊我哋規劃好無論喺北都啦，大規劃發展，以至到我哋將軍澳嘅創新園啊，創造更多嘅職位俾我哋下一代同埋青年人。呢個係我呢個任期希望能夠喺規劃上面係做好啲嘅。